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各位莲友，我们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非常开心啊！我们这样短短的时间给各位介绍佛陀讲的《涅盘经》啊。佛陀要离开这个人世间之前，他讲了一部经叫《涅盘经》。那么这《涅盘经》呢里头有一段很精彩的内容，我们把它扼要的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。他说：“佛告大王，那时候有一个国王啊，佛就告诉他：大王，你知道吗？假令开大库藏，一夜之中布施一切众生。”他说：“假使就算你把这个大库藏啊，库房里面呢存了很多宝藏，金银啊、珍珠、玛瑙啊、珊瑚、琥珀这些，你看这个仓库里面的这些宝藏，你把它打开。”然后一夜之中，1个月里头，全部拿去布施，去救济这些老百姓，这些受灾的、苦难的人民百姓，让大家解除生活的困境，让他们能够得到自在满足，生活不以缺乏。各位，你看所得的功德，你说大不大？当然很大嘛。这个我们一般人来猜想，我们一定是认定这个功德太大了。这个国王啊，太慈悲了，了不起了不起，是一个有仁德的国王，有仁爱又有品德的国王，太了不起了。他所得的功德一定是很大，但是不如有人称佛一口。你看，不如呢，就是没有办法拿来比较。是什么？如果有一个人称佛一口，就念一句佛号的意思。你念一句佛号，功德过前，你所得的功德比前面你1个月布施当中所得的功德比他还超越，就不可较量，没有办法把1个月之中布施的功德拿来这个念佛来比较，没有办法比较的。各位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佛号是阿弥陀佛所修持功德的结晶啊，结晶浓缩变成这一句名号。他要成佛，佛号才会出现。如果他没有成佛，他这个名号就永远不会出现的。佛发愿，我的名号要让众生依靠，让众生方便。如果你称念他名号，他一定救度你。那么可见这个名号功德是无穷无尽，是无量无边，非常的广大深重的这样一个功德在里面。所以你看，一般人你所做的布施啦、行善功德，没有办法拿来跟这个名号相比较，没有办法相比较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一定要叫人家念佛，对不对啊？叫人家好好的念佛，你的功德比那个国王啊布施1个月所产生的功德力还大。所以我们由此可见念佛的重要性。我们非常欢喜的把这章介绍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努力好好的念佛，而且要相信念佛，这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承诺。只要你愿意相信，好好的称念，我一个都不会将你放弃，我永远就救度你，好好让你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你到了极乐世界，你绝对成佛的，一定成佛的，肯定成佛的。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希望，所以我们千万一定要珍惜自己，把握自己的时光。我们一口气上不来啊，生命非常无常啊，马上就离开了。珍惜现在眼前当下的时光，好好认真的努力，建立这个绝对的信念：我一定要念佛，阿弥陀一定救度我，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净土。你这个愿一定要发出来。发出来之后，你以后在这个人世间的轮回就斩断了，你不要再受生受死了。我们就替各位非常的欢喜。好，这一章就简单解释报告给大家听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